Shalom， 兄弟姊妹們，感謝主，世界要分際見面出嚟嘅客家福音。兄弟姊妹們，耐心聽下去，就世界得上帝嘅福氣啊！你看我面頭前有海啊，我都想到我嘅經書講啊，望之是望拜啊！你摩沙第以色列人出啊，出埃及嘅出啊，出到面背後到本家嘅摩西埃及嘅邊對。對到面前都有海唔得過，當然嘅真實照片都有啦，手頭冇路啦，但係嘅以色列人啊，你摩沙大啊，都計前萬揭前萬罵摩沙未寫上帝咯，未求上帝咯，求上帝咧講時間咪禱告嘅上帝啦，摩沙都禱告嘅上帝啦，上帝聽嘅嘅禱告。上帝講：你小嘅要乜嘅？摩沙嘅小要幾棍，要幾當吉安度。摩沙嘅破嘅海，摩沙都聽上帝嘅話，佢敲嘅破嘅海，個海一破啊，個海就打開兩片沙嚟，呀，面呢片沙，隔呢片沙了水搶樣啊！以色列人都過呢個海嘅大嘅啲洲嘅聖經講到呀，以色列人都過到五片沙去呀，berarti有信者不信咯，是跟人就睇冇路嚟講，寫上帝求上帝，上帝要做信者咯。個背後要對人嚟佢明唔佢出，明唔佢就當一個以色列人過下超嚟講過超五平曬嚟講你上帝要做嘅信者，你水產生水搶兩平曬佢要俾佢多賺啲水，變馬對人嚟用馬車對人嚟隆重搬水困走，搬個水滿人氣所以呢一個有人講到講隆重兄弟姊妹同埋啦，係世界有困難之事，所以世界嘅生活中。所以而家生命中世間生活你行到，一天而家有困難，一天而家有問題，而家嚟請上帝，而家寫上帝，而家禱告嘅上帝，當然而家係相信佢啦，當然而家係謙卑啦，嚟到請上帝啦，而家因為呢上帝啦，都係本隆重嘅上帝，在羅馬書第13章講到，因為到係嚟撒寫上帝，係嚟撒求上帝，上帝本意拯救，意思係講。求上帝寫上救要得救，你嘅生活中要得救，你嘅家庭要得救，你嘅生命中要得救，係你求上帝。因為打所以羅馬書第12節用講到，隆重人冇分別，反正你乜嘅人都好，在上帝嘅面前隆重人都一樣。你日上帝、昨天嘅上帝，都係本隆重人嚟撒寫嘅求嘅。得救，佢開路本世界我禱告本隆重兄弟姊妹要聽啲福音嘅，你謙卑，你求上帝，你有問題之時，你打開你嘅心，將心靈落你心中，你求佢勸帶你，佢開路本你係得勝嘅路，佢開路本你嘅生命中得到平安，得到舒服，得到甜心，得勝嘅路，一天嘅本世界，在耶穌基督嘅名，我感恩，我禱告。哈利路亞，隆重得福，阿們。